丸娜姐重口味 M 巾抹嘴。以下內容含重口味情節，慎入，尤其係男士啊！男人最痛之爆丸連擊，得，齋睇都覺得痛啦，都係睇翻呢啲舒緩下先。其實咧，娜姐打拳啫，事關套新戲，話佢哋俾人賣豬仔，去大馬打黑刺拳啊！嗱，重口味又嚟啦 ！M 巾抹嘴，冇紙巾啊嘛，一樣啫，都係索血啫嘛。又幾有 point 喎！想睇落去啊，去戲院啦，可能真係有娜姐睇噶，好似前晚謝票咁，女神降臨，有禮收，有嘢打，有八卦聽。咁你會唔會叫你前男友睇下？溫情提示 Avis 啊，帶埋新女友谷票房啊嘛。冇所謂啊，只要係入場支持，我哋都會開心。希望係真心開心啦，話晒人哋咁恩愛。